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沪市、沪指、沪 A， 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沪市沪指放量冲高，盘中最高冲至3555点，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只涨了0.01%，收3510点，深成指上涨0.61%，创业板指数上涨0.8%。沪指留下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两市3000只个股上涨，2200只个股下跌，还是涨多跌少。这个两市成交额是1.7万亿，是放量上涨，下午又回落，一个长长的十字线上影线，给人感觉这个大盘是在最后的疯狂，这个药吃多了是不能持久。这几天主力通过拉银行股还有房地产板块强行拉这个指数，营造一种稳步的牛市的这么一个形态，让很多金融消费者非常的焦虑，因为指数涨了，但是它的股票没有涨，甚至有的还在跌。今天最高的时候涨了40多个点，但是个股没有什么反应，所以这两周就是3300点往后，这200点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指数作弊行情，涨指数，这个个股原地踏步。接下来银行股是不是要回调？那么银行股回调期间，其他的股票会不会补涨？这个都有可能，但是基本上这个行情应该是告一段落，大盘出现放量见顶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轮调整就要展开。为什么？是因为这次大盘指数上涨的主要推手银行股，实际上确实已经冒烟了，没有办法再说服别人了。银行股似乎涨不动了。7月11号，银行股午后持续回落。浦发银行、长沙银行、浙商银行、华夏银行、张家港等20股跌超2%，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均接近翻绿，也就是开始下调了。新浪财经、新浪银行还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什么？说网曝多家银行迟迟未发年终奖。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爆料称，截至2025年6月底，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邮储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仍未发放2024年年终奖。有自媒体透露说，中国银行未发放年终奖名单涉及国内总行、北京市分行、上海市分行等7省市分支机构，以及新加坡分行、伦敦分行、纽约分行等海外地区。实际上，没有发放年终奖的银行远不止上面几家。关于原因，网上有各种传言，说法不一样。有人猜测是年初金融降薪风，这些银行还在观望；也有人认为部分员工年终奖过高，担心引发风险，也就是额度太大，发下去让人眼红。各种猜测都有。总之，事出反常必有因。这次多家银行年终奖拖延，大概率还是合规方面被盯上，或许相关问题尚未解释清楚，才导致发放迟迟未能落地。这就是银行的表现。什么表现？就是一边银行的市值不断创历史新高，它市值创新高的逻辑就是它的盈利是不是在增加，它分红多，所以大家都去买银行股，国家队、主力、基金、养老保险资金都去买，因为它分红多，它利润多。一边却是员工的年终奖发不出来，这个是不是叫神奇？这么矛盾的事情在银行身上上演，你不管什么原因，这叫皮裤掏棉裤，必有缘故。按道理呢，银行经营业绩那么好，员工的年终奖为什么不发呢？具体什么原因，咱们合理推测，是因为银行要修饰它的报表，它要营造它的利润是一年比一年多，修饰报表，它的利润年年增长，那么它的业绩也年年增长，那反映出来员工的KPI 效能都在增长。没道理说，比如说工行它的利润在增长，他说他员工的 KPI、员工的绩效都在下降，这个说不过去。所以为了这个业绩好看，他们就修饰报表，作假要做全套。你报表一修饰，你员工的业绩莫名其妙就好了。很多本来是不良的，要扣他奖金的，现在都变成没有不良了，不良减少，不仅不扣他奖金，还要给他多发奖金。但是你想想，现在上面查的又紧，你给员工无缘无故的发多了，到时候还要追回，还得核查。所以你看看，这个叫造全套。他为了让金融投资者开心，他叫造业绩。
你造了业绩之后，这银行、员工和金融消费者，某种程度上它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水涨船高。你这边你要业绩做得好，你要业绩在财报上显得非常亮眼，那员工的待遇也得涨，他的绩效差不了。但事实上也不是这样，这不是员工绩效好。你想一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银行的员工他绩效还能好是吗？贷款都放不出去，这是我推测的。所以说，他如果这个时候你给员工按这个你休市后的报表去发，要出大事，这叫左右为难。又有专家说了，4000点或是 A 股牛市起点，专家称 A 股或进一步走牛。看多的气氛情绪一下被点燃了，现在直接就看到4000点，很快就要人喊14000点了。1万点不是梦。上证综指冲上3500点后再创年内新高，公募如何看后市？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最近市场行情正在逐步走强，市场信心得到提振，大盘一度突破3500点整数关口，创年内新高，进一步确立大盘上行走势，后市可能有更多机会。上证指数是市场最关注的指数，其表现往往影响投资者信心。有观点称4000点可能是 A 股牛市起点。从估值来看，4000点对应的估值属于历史平均估值。以沪深300指数为例，当前市场平均市盈率为12倍，而历史平均市盈率为15到18倍。沪深300指数估值水平如能回升至历史平均估值，上证指数就能回到4000点之上。因此，市场在3500点确立上涨趋势后，行情可能进一步走牛。下半年行情启动有望带来更多赚钱效应。这是北京商报报道，4000点就在眼前，1万点不是梦。我们再看看这个不好的消息，这些年曾经吹过的牛。今天有媒体报道，我看这个叫钛媒体报道说，这个年初这3个月前，这个当红炸子鸡全球首款通用型 A 证叫什么马努斯，它的这个社交账号内容全部清空，官网显示地区不可用，这个走得彻底。前几天不是说马努斯要国内全部裁掉吗？只带几十个人到新加坡去，转战新加坡，这走得太干净了吧？这社交媒体账号里面内容全部清空。日前，马努斯曾回应裁员传闻称，基于公司自身经营效率考量，我们决定对部分业务团队进行调整，公司将继续专注核心业务发展，提升整体运营效率。目前，马努斯官网首页显示为马努斯在你所在的地区不可用。马努斯官方微博和小红书账号内容已全部清空。这3个月前那火得一塌糊涂，一马难求。马努斯走了就走了，其实就无所谓。但是有那么多上市公司跟这个马努斯发生关系的，蹭他流量的，搞了好几个涨停的，现在怎么解释？故事还怎么讲？人家正主跑了。你比如说这个阿里，我记得当时好像阿里叫什么通义千问跟马努斯合作，反正有传言神乎其神。3月11号官宣，阿里通义千问团队与马努斯达成战略合作伙伴。战略合作啊，现在还合作不合作？还战略不战略？再联想到那个 DeepSeek， 据说这个访问量已经下降90%，该来的中国要来，对吧？你这吹牛的东西很难长久。还有那个会翻跟头的机器人，那个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幸好这些企业没能上市，这些企业要上市了，得割多少韭菜啊！当然了，他们虽然没上市，但是很多上市公司借着这个概念，借着跟他们那些若即若离的一些联系，蹭他们的流量，已经割了好几波韭菜了。我们再看最近在外卖行业，这个叫外卖大战，以高调切入外卖的京东，野村证券下调京东目标价至45美元。机构预计京东外卖业务亏超100亿元。我说明年年底这个京东肯定要裁员，扛不下去。现在叫孤注一掷，背水一战。这个野村证券分析师在最新研报中指出，京东对外卖业务的投资预计将显著拖累其第2季度业绩表现。该行分析师估计，京东新拓展的食品外卖业务在当季录得超过
人民币100亿元的亏损，这将导致公司合并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60%。同样还是野村证券，他说中国下半年多领域需求将断崖式下跌，这还玩什么呢？在多个领域需求断崖式下跌啊，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要断崖式下跌。野村证券提醒，尽管陆港股市近期走高，但今年下半年经济基本面可能显著恶化，多领域需求将大幅减弱。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师陆挺与其团队星期三，即7月9号，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与过去几年相似，今年中国经济也会在年中出现转折点，尤其是需求将出现断崖式下跌。报告说，中国官方5月发布的禁酒令，该条例目前已全面生效，挤压了中高端餐饮的经营，并大幅削减酒类销售。报告指出，与2013年的条例相比，当前执法力度更严，因此餐饮业受到的影响将更为明显。野村预计，餐饮业零售额增速将从上半年预期的 5% 大幅放缓至下半年的 1%， 这将拖累整体零售额增速 0.5个百分点。其次，去年启动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对零售额的拉动也将放缓，预计对零售额同比增长贡献从上半年的 0.9个百分点降至下半年的 0.4个百分点。另外，中国官方化解产能的行动终于打响，但报告认为，这个举措可能会为下半年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拖累因素。短期影响包括原材料需求下降和投资下滑。此外，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行业仍然深陷困境，近期销量和价格下滑势头加剧，就是销量和价格双下滑，而且下滑的势头还加剧，也就加速下滑。在这些负面因素影响下，大多数城市的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野村预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同比增速将从上半年的 5.1% 降至下半年的 4%。这个野村已经开始看空咱们下半年的经济了，要断崖式下跌啊！所以金融消费者还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这个肉没吃着，挨一顿毒打。我们再看看这个央视报道的骗局，说一个男子为还赌债，谎称有门路上大学，20多个高考家庭被骗320余万元。近日，江苏扬州广陵区人民检察院通报一起涉及高校招生的诈骗案。某教培机构的王某自称有关系的业内人士，花钱运作就能上心仪的大学。他带学生做虚假面试和体能测试，伪造高校印章和录取通知书，编造虚假聊天记录，骗了20余人，涉及金额320余万元。据悉，王某因网络赌博和买彩票欠下大量债务，于是通过诈骗来填补亏空，最终王某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大家看视频。扬州的陈女士介绍，去年5月，陈女士的孩子正备战高考，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疏通关系需要费用，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他跟我们要70万，钱分3次收，先交20万定金，8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陈女士第2天就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的定金。高考结束后，王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陈女士打电话询问，王某解释正在想办法打点。后在朋友的帮助下，王某将定金退还给了陈女士。期间还有不少家长在找王某讨要说法，迫于家长们的压力，王某最终选择投案自首。据介绍，王某自称可以让那些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的学生上到心仪的大学。他还伙同他人伪造了江苏省内多所知名高校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让家长信以为真。因为他平时沉迷于这个网络赌博以及购买彩票，于是呢，他就欠下了大量的这个债务。他本身呢，就是从事相关的这个培训工作，
他就动起了这个歪心思，通过这种诈骗的方式来填补欠下的这个亏空。他以这种方式一共骗取了20余名这个被害人，涉及到的金额高达320余万元。今年6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最终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其他犯罪嫌疑人已作另案处理。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在胡适面前，这些骗局简直都是小儿科啊！最大的诈骗，在胡适，你想想，什么马努斯，什么深度求索，如果当时要上市了，得骗多少人呢？那是合理合法的骗呢，你还没地方申冤。当然了，现在的胡适里面这样的公司，合理合法的骗的公司多了去了。一个破旧厂房里搞几台服务器往那一放，这叫算力股。明明是印刷名片的，他说他是算力股；明明是餐饮行业饭店，他说他是大数据。你有什么办法？照样大量的人上当受骗吧。最后我们再看看啊，胡一静老师最近养老金上调了，好像平均调了2%。这2%目前看，第一个它比往年调的要少，幅度没那么大了。这个也从某些方面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养老金是要每年涨的，这个很多人他理解不了。为什么理解不了？因为我们上班的人收入不涨，还在下降，养老金年年涨，这个说不过去，大家心里接受不了嘛。因为你现在上班，你才拿4000、3000一个月，或者今年3000，明年还是3000，后年没工作了，这收入在降，不仅不涨还降。但是养老金是稳步增长，是不是大家就想不通，有点想法？但是今年你看比往年就涨得少了，这个就我在这个视频开头说的银行股是一样的。你既然说银行股利润在增加，收益利润比去年多了，那你员工的工资就得涨。你既然说咱们 GDP 是5%，这个物价在涨，那你养老金就得涨，因为养老金是跟这个绑在一起的。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对吧？你不能说 GDP 在涨，这个物价也在涨，你的养老金不涨，那养老金不涨，那就相当于养老金在降，因为你物价在涨 ，GDP 也在涨，所以说造假就造全套，这就害死人，就是会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你这个泡沫还不能戳破。这个胡一静说，他说养老金今年人均增长2%，体现了国家对退休人员的关怀。这不是关怀，这是为了让他自圆其说，要不然你得解释，你 GDP 是5%，或者退休金不涨。你把道理给大家讲讲，每年都公布着吧，人均可支配收入又增长了，这个没错吧？统计局公布的吗？人均可支配收入又增长了，那退休金凭什么不涨？你得给个说法。胡一静说，老胡看了细则，这次调整会向退休金低的群体倾斜，这个倒是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他这次调整是基本上就原则上是对低收入的退休金的要增加的快一点，退休金高的增加的少一点，这么一个逻辑。这个也是咱们经常呼吁的。胡一静说，有国家保障退休人员生活的稳定政策，社会很大一块群体感到心安。他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对养老政策深信不疑，觉得我们以后不可能有养老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现在消费是不是就要好一点？大家就不用去玩命的存钱了。我们为什么要存钱？是因为对未来养老觉得不靠谱，还是没有信心嘛？这大家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如果我们就像美西方一样，对未来养老觉得这跟我没关系，这不是国家必须管的。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自信，那你消费就上来了，那比现在好得多。大家有钱就敢花，现在是有钱不敢花，你往银行里存多少你都觉得不够。所以说，由国家保障退休人员生活的稳定政策，社会很大一块群体感到心安。没毛病，这个还不光是对已退休的人，对那些没有退休的，还有一些对社保政策观望的，大家认为你这个政策到时候有亏空，交社保的人少，领社保的人多，你已经发不起了，那就会有这样的疑问嘛？大家就会觉得社保这个政策不靠谱，那我还是存钱吗？那大家还是不消费。实际上，社保也就是养老金这一块，养老金增长、养老金发放、养老金的公平，这是国家刚性兑付。
这个就是城门立木，往年我记得是增长3%，今年只增长2%，说明确实没钱。但是它现在是2%，对退休金多的，它涨得少一点。这个政策基本上方向是对的。胡锡进说，与此同时，如何提高当下劳动者的收入，这是挑战更大的课题。这几年退休金一直在增长，但是工资增长的难度很高。过去10年平均退休金增长了1倍，但是工资应该没有涨那么多，尤其是最近几年收入下降的人占了相当比例，失业的也增加了。老胡接触的人里，有的在职工资不高，甚至遭到了欠薪，熬到退休养老金反而比工作的时候工资高了，所以一些人盼着退休。说是不是胡锡进身边的同事有这样的，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工资并不高，结果一退休这个工资收入还多了，退休金。最后老胡说，他说现实是许多劳动者的收入现在就是上不来。老胡个人认为，国家还需采取进一步措施，推动 GDP 朝着国民收入占更大比例的方向前进。比如应当敦促一些城市加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再比如应当规定国有机构只要存在盈利就不得降低工资，即使盈利下降也不能降。对民营机构要创造杠杆，鼓励提高工资，比如用调整税收加以鼓励。现在情况是工资越高，企业交税越高，这个政策有必要权衡并适当调整。胡锡进前面说劳动者的工资上不去，这是个现象，但是他后面开的这个药方又是叫虎狼之药，就贾宝玉说的虎狼之药。为什么？你看他认为劳动者收入要提上来，他要敦促一些城市加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啊，很多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年年在涨，但是是不是企业这个苦不堪言？你最低工资一涨，各个企业的交的社保又在增加，员工交的也多，这就导致很多你最低工资涨得不切实际，很多企业干脆停缴了，很多员工就不交社保。他本来一个月就是3000，去年3000，今年还是3000，结果你最低是工资标准在增长，因为大家交社保是要按最低工资标准去交，我工资没涨，结果我今年要交的社保，我个人交的就多了200块，谁受得了？这还是个人的，企业多800，企业把去年还补交，这企业都是苦不堪言，个人也是苦不堪言。就是你看，这就是胡锡进老师的主意，这样导致很多个人和企业干脆不交了。所以你看现在是不是交社保的少了？前几天媒体报道，你看胡锡进老师出的第2招，应当规定国有机构只要存在盈利就不能降低工资，即使盈利下降也不能降。你这不国有机构什么意思？就是大头花大头的钱的叫国有机构，你就这么理解。国有机构不能降薪，你要收入涨了你不能降薪，收入跌了也不能降，这不就是鼓励这些国企多去花大头的钱吗？你说胡锡进老师这屁股是坐在哪边？现在是国有机构退休金太高了，因为他们交社保的时候是足额交，而且往多里交，因为他花的是大头的钱，也不是花自己的钱，花大头的钱，所以他就玩命的，他不心疼。为什么民营企业他是按最低标准交？因为那是花老板的钱，老板他在算账。为什么公务员有编制的国企他是按顶格满格交呢？因为那花的大头的钱，你要搞什么企业年金，那民营企业根本就不管，但是国有企业立马就上，按最多的交，谁不愿意，谁不喜欢？你看这胡锡进老师是不是这个药方子就是虎狼之药啊？他对民营机构只要创造杠杆，鼓励提高工资，比如用调整税收加以鼓励。我觉得这个说的倒是靠谱。民营企业你要鼓励给大家加工资，那么大家工资高，想办法给这企业税降下来，这个逻辑上是那么回事。你不能让民营企业又要加大这工资支出，完了之后它对应的税还要多交，那你说这企业不早早的就倒了吗？谁还干得下去？企业给员工多发的工资，那他那边税想办法就少一点，这样企业它才有动力。税少了，那就大头少了，大头的钱少了，那就要求大头过点苦日子，不要浪费了，不就这意思吗？最后胡锡进说，提高国民收入在 GDP 中所占比例应当成为一个总目标，而且要努力做到当下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幅度不低于退休金的增长幅度。那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将有更大的内在动力，也更有后劲。实际上就提高国民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的这个在 GDP 中的占比。
这个是这么个道理，也就是大头少分一点。好，这一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